且。斜字共6筆。第一不橫，第二不撇接，第三不豎勾，第四不撇，第五不橫接接勾，第六不豎。左右結構。斜的字義，不正，不正排。也作廣允、馬允，且不正也。洪武鄭允、遮允，且亦作邪惡、邪僻。二干，閒邪存其成。詩心。呂氏春秋，審分，主亦有地，神主同地，則神有所匿其邪疑，擾異怪誕之事。廣允、馬允，且鬼病。中醫學上指一切致病因素為邪，如風寒暑濕之氣。急就篇，灸刺和藥續去邪，傾邪、歪邪。後作邪。玉篇，阜部，且陰邪。波道。廣雅，釋公，且道也。郎且，也作郎也，也。古郡名。秦時。治所在郎且，今山東省郊南市郎斜台西北。文，阜部，且郎斜郡。語氣詞，表示疑問或反，相當於嗎？呢？廣允、馬允，且續作也，亦寓作。語氣詞，表示判斷，相當於也。唐錄得明經典釋文，序、條例，且也弗殊。勞動時眾人協調動作，一齊用力所發出的呼聲。淮南子，杜英，今夫舉大木者，前赴邪許，後亦應之。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通儒。成儒。史記，力説，舉正於中，歸邪於中。通取。緩慢。集允、語允、隨、文，緩也。或作且，通作隨。歸且，聲明。集允、馬允，且歸且，聲明。邪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形容詞。不正當的。喻，邪念、邪心、邪惡。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論，辟邪說：難淫人，不為佢諫。奇怪，異於正常的。喻，邪事、邪門、邪魔。兒女英雄傳，第6回，這可是邪的？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？偏邪不正的。詩經，小雅，采屬，赤忽在古，邪福在下。通邪。名詞。不正當的思想或行為。喻，改邪歸正，奸邪。論語，為政，詩300，一言以蔽之，若斯無邪。
人是無法理解的怪異事件，如中邪、驅邪、百邪不侵。中醫稱足以傷人治病的4時之氣或環境因素，如風邪、寒邪。助詞用於句末，表示疑問或感嘆的語氣。莊子、養生主，弟子曰：非夫子之有邪。史記卷6·1，伯夷傳。所謂天道，是邪非邪，同也。副詞漫漫的。詩經背風不風，其去其且，既擊子且。漢鄭玄且獨如隨。然今在位之人其故威而虛隨寬仁者，今皆以為急克之行矣，所以當去以此也。通取名詞成語史記卷26歷書歸邪於中，是則不備。南朝宋裴集解且喻分也，中也。